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呢個不倒翁頻道。今日係2026年3月25日，第1909集。我哋今日嘅題材係石油王子成為最終受害者啊！哇，你會問，咦，點解啊？石油王子點會係咁慘啊？哎呀，原來咧發覺咧呢啲石油王子咧處於嘅地帶咧，真係慘啊！嗱，首先有地頭從呢一個伊朗咧就不斷咁樣威脅佢哋啦，咁又話要有核武啊，咁核武出咗嚟之後咧，就等同咧就每年咧過年過節嘅時候咧就可以攞盤吉嚟你屋企，跟住同你講啊恭喜發財，就叫你俾封利是佢，而且呢一封利是咧唔係平平地嘅。好啦，咁我諗住請外援啦，咁啊請美國過嚟啦，其實都唔係都唔係佢哋請過嚟，係美國自己過嚟話，我幫你驅鬼啊，我幫你打走晒啲衰人咁樣講，諗住有安樂茶飯食啦，誰不知唔係喎？點解？因為咧我琴日咧就聽到有一段新聞，如果呢一段新聞係屬實嘅話咧，咁即係話伊朗同美國咧都係賊嚟嘅，都係打劫嘅，咁啊最終咧受害者咧就係要呢一批石油王子咧就要揞錢出嚟啊，咁先至可以解決問題。咁你話慘唔慘？咁啊梗係慘啦，而且仲要全世界陪佢添啊！我哋而家咧所有嘅股市咧日日都及住呢黃金5日，睇啲黃金5日裏邊咧會唔會行出一條和平嘅道路出嚟？如果有嘅，咁一切咧就回復翻平淡，咁啊可以股票可以繼續上升啦，咁就冇事發生咯。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就好麻煩噶啦。咁其實啲黃金5日咧，連埋過埋今日嘅話咧，其實得翻3日時間嘅咋。所以咧，我哋計一計條數，嗱，去到呢個週末週日咧，就開始好睇啦。所以咧，我喺呢個封面裏邊咧，就幫阿特朗普講咗一句説話，俾呢啲沙地阿拉伯王子知道，就係話呢一場戰爭最後打成點唔重要，最重要係由你哋呢一班石油王子嚟埋單咁就得啦。因為咧美國嘅導彈咧射出去咧好有價值嘅，呢啲錢問邊個收翻啊？冇理由美國自己打㗎，係嘛？特朗普成日都講，我哋美國大把石油，都唔係話都唔係為咗石油嚟打仗嘅，所以咧我哋係出於正義嘅，但係正義唔可以當飯食嘅，正義咧都要俾錢先至得嘅，所以咧希望大家繼續睇呢條片落去啦，咁啊幫手咧就俾個 like 啦，同埋幫手睇下廣告，咁就得啦。喺呢度多謝晒各位先。翻嚟講下我哋香港同埋內地嗰個股市情況咯。咁如果我哋睇翻內地股市咧，今日都做得唔錯啦，係嘛？咁啊，但係個成交金額咧就唔算係配合㗎，只不過咧就叫好轉咗啦。咁啊，上證咧又上翻去呢個3900點以上，咁可唔可以去翻4000點咧？咁啊要慢慢睇落去啦。我哋香港咧今日都仲有得升，琴日咧就升咗681點，咁啊今日當然咧就冇咁靚仔啦，只不過咧個成交金額咧就叫做靚仔嘅，因為今日嘅恒生指數都升咗272點，報收25335點。今日嘅成交金額咧去到成3509億喎，咁即係話咧應該有好多錢咧就落咗嚟我哋香港咧，就幫香港嘅股市打氣㗎啦。咁嗱，我啱啱先至講完啦，呢個黃金5日裏邊咧，如果計咗琴日1日，今日1日嘅話咧，咁而家咧就剩翻星期3、星期4同埋星期4、星期5同埋星期6呢3日咧，就係最後黃金嗰3日啦。咁啊，如果傾得掂嘅話，星期6就知道結果。咁星期日咧就籌備一下，咁啊去到星期1下個星期開始咯，咁咪正式就係睇一個股市會變成點樣咯。暫時嚟睇咧就係好友喺呢一個星期裏邊咧，因為有2日都升市啊嘛，所以咧就暫時佔緊少少上風。不過如果以5盤3勝嚟計嘅話咧，都要睇埋聽日即係星期4同埋星期5呢2日嘅嗰個情況咧，先至知道咧最後邊一個贏嘅。不過而家睇個牌面咧，成個月嚟睇嘅話咧，都係淡友咧係佔先嘅。嗱，我都係嗰句啦嚇，繼續睇下咧會唔會咧令到呢個恒生指數咧去翻接近呢個中位數，即係24000點呢一個水平左右。咁啊而家咧就離開大概1300點左右，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啊，而家嘅股市波動好大噶嘛，隨時隨地咧1-2日咧就可以到達呢一個目標噶啦，所以大家咧都係要小心啲啦。嗱，琴日嗰集第1908集咧就講緊最後5天嘅恒生指數可能會跌穿24000啦。咁我哋都係話要睇下咩情況。不過咧我哋香港呢一邊咧，琴日或者今朝早啦嚇，我就再睇呢個 Now TV 嘅時候咧就講多啲咧，就係最近有啲嘅國安法咧就修例啊嘛。咁啊再講詳細啲，因為咧就今次咧就有片睇嘅，就 Now TV 嗰度咧就睇到呢個鄧炳強咧就出嚟講。
講嘢，咁佢出嚟講嘢嘅情況咧，大家要自己過濾一下佢所講嘅嘢啱唔啱聽啦。因為咧鄧炳強佢咁講嘅，佢話警方咧係會要求交出呢個密碼之前咧，係會先向呢個法庭咧係申請呢個手令嘅，咁啊有咗手令之後咧，先至可以咁樣做嘅，亦會咧接受合理嘅呢個辯解嘅。咁點樣嘅辯解咧？例如果差人喺你屋企度搜到一個手提電話，而且呢個手提電話發覺咧，佢最後一次用嘅已經係3年前嘅啦。咁所以而家個警方問佢：喂，咁呢部電話嘅密碼幾多號啊？咁如果呢一位仁兄話：哎呀，我真係忘記咗喎，3年之前嘅嘢。咁佢話鄧炳強咁講啊，佢話咧咁樣咧就叫做合理嘅辯解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話，如果你啱啱先用完你呢一部電話，咁但係而家即刻問你，喂，你嗰個密碼係幾多號？你話你唔記得咗嘅話，咁佢話咁樣就講唔通啦，咁樣講，所以咧就一樣要罰嘅。如果你係俾唔到，不過咧嗰啲罰嘅話咧又要坐監又要罰錢嘅話咧，即係基本上如果你稍為講錯嘢或者係你唔提供呢啲信息嘅話咧，可以令到你家破人亡嘅嚇，即係家破人亡，即係你冇晒錢咁啊破產啦，係咪先？咁啊你要去踎監嘅話，咁仲家破人亡咩？散晒啦，啱唔啱？好啦，咁啊被問到咧呢條條例咧嘅列明咧，佢話若係懷疑咧呢啲咁嘅指明嘅人士，如果真係有危害呢個國家安全嘅嫌疑嘅話咧，警方咧係無需手令咧都可以咧係檢查電子設備。呢一句説話咧先至攞命啊！即係一開頭又話可以向法庭申請，但係亦都有講到明就係，若果係懷疑呢啲咁嘅指明嘅人士咧，佢係你係覺得佢係完全有機會係會危害到國家安全嘅話咧，根本就唔需要法庭嘅手令，一樣可以搜你啲嘢嘅。好啦，咁啊，但係呢次咧就唔係由呢個鄧炳強出嚟講啦，就係由呢個處理律政司司長呢個張國軍講嘅。佢話咧。佢話：如果你即係講警方嗰邊啊，見到一個咧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咧，已經係即將發生㗎啦，咁啊好明顯咧。係會係出現嘅情況，咁呢個好明顯係好個人嘅主觀嘅睇法嚟嘅啫喎，係嘛？但係佢咁講，佢話如果係好明顯咧，係睇出呢一個危害國家安全嘅罪行咧，係會即將發生嘅話咧，咁你冇理由咧，要會有一個合理嘅時間可以爭取到呢一個法庭嘅手令㗎嘛。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當然警方係可以合理相信懷疑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行使呢一個權力，即係話咧唔需要有任何嘅。法庭嘅手令嘅話咧，一樣可以咁樣做。咁佢就補充多一句，但係呢一句我覺得多鬼餘咯。佢話當然如果我哋咧冇手令嘅話，逼你講出嚟嘅話冇問題嘅。不過但係咧未來咧去到法庭嘅時候咧，就係需要向法官交代點解冇手令你都要逼人哋講呢一個嘅密碼出嚟咁樣。咁佢話相信當時嘅法官咧就會知道咧點樣好好去把關咯。喂，呢個説話你講嘅啫。咁如果法官唔把關嘅話，咁又點計咧？所以我點睇落去咧，我都係覺得都係嗰句小心啲啊！我嘅老友先好笑啊，佢話死啦，我周身屎嘅喎，係咪先？如果某朝一日俾人查咗個手機裏邊嘅嘢，分分鐘妻離子散喎。但係我唔知佢想講咩啦嚇。咁我當佢講笑嘅，只不過我就話咁總之要小心啲啦嚇。你個手機裏邊咧，最好有啲嘢咧擺喺個腦裏邊就算啦啊，唔好擺喺個手機裏邊，一個唔覺意俾人查出嚟，呢單罪入唔到，下一單罪你都瀨嘢，咁就好大鑊㗎啦。原本咧今日就想講下小米啊，或者係嗰啲咩中電信啊啲等等，因為公布咗業績啦嘛，咁都想講下嘅。不過我覺得呢啲嘅新聞咧又未必咁重要，反而今日有個有趣嘅新聞咧，就係沙地阿拉伯王子咧可能周身蟻，因為咧無論佢哋夾喺因為佢哋夾咗喺伊朗同美國中間嚇，無論伊朗蝦佢，咁佢哋要俾錢，咁美國幫佢哋蝦翻伊朗嘅話咧，亦都係要俾錢嘅。咁呢單嘢咧就係我琴日聽到嘅，我就覺得好得意，所以咧就琴日已經係攞咗出嚟，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未必係真嘅，不過咧有人咧就已經係實牙實齒咧就講到係有呢個情況嘅，咁所以咧就係慘啦。總之兩邊邊個贏嘅話咧，沙地阿拉伯王子咧都係大領落㗎啦。咁所以咧佢哋你可以話呢一批沙地阿拉伯王子咧係俾人騎劫咗嘅。點解？因為咧你係咪都要揞錢出嚟？咁係咪真係要揞啲錢出嚟咧？咁就要睇下最終係點樣啦。不過今日嘅故事咧就想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咧，都幾過癮嘅。因為咧雖然
然特朗普就話最後通牒咧就推遲咗5日啦，但係記住而家美國就暫時冇聽到美國咧係有射啲導彈出去，不過咧以色列同伊朗咧繼續都出現咧係零星嘅攻擊，咁即係話佢哋兩個國家咧本身都係冇乜點樣停到落嚟，只不過美國自己停落嚟嘅啫。咁啊伊朗其實都繼續打緊嘅，或者繼續捱打緊嘅。咁捱打緊嘅話咧，又要你屈服嘅話，除非真係打得佢好緊要，咁佢所以佢唔能夠 say yes 都唔得啦，係咪？咁但係亦都有人講就話伊朗咧其實只要你唔推翻佢嘅政權嘅話咧，咁佢都會 say yes 嘅，因為咧佢想繼續統治呢一個地方，而且仲有8000幾萬人口咧係受到控制嘅話咧，佢他日可能可以再重組出嚟咧。雖然話冇咗核武啫，好可能有其他武器嘅話，咁周圍呢一個中東嘅國家咧一樣要食驚風散㗎，甚至佢可能發展到將來有錢嘅話，發展到成億以上嘅嗰啲無人機啊！喂，大佬，成億嘅無人機喺個天空度飛嚟飛去嘅話，你點擋啊？係咪先？除非有啲好先進嘅武器啦。所以伊朗咧而家會講和平咧，又唔出奇嘅。不過講唔講和平咧，呢啲沙地阿拉伯王子咧都係遭殃㗎啦。咁而家嘅巴基斯坦咧就出嚟咧，就想做和事佬，就希望咧就將美國同伊朗咧就拉翻埋一齊傾，咁啊希望咧可以解決呢一個不斷衝突嘅情況出現啦。咁啊，自從因為美國講咗話有緩和跡象，甚至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仲係話，伊朗送咗份大禮物俾我哋啊，不過我唔可以話俾你聽咩禮物嚟嘅，咁我唔知佢想講啲咩，不過唔緊要啦，佢講啲咩都冇問題啊，最緊要睇下市場嘅反應嘅啫。咁啊紐約嘅期油咧而家報緊啊，即係其實成日都係不斷咁變動㗎啦，甚至係我拍片前同拍片之後嗰1-2個鐘頭咧都可能有好多嘅唔同。但係而家紐約嘅油價咧大概係91蚊、92蚊一桶左右，咁啊布蘭特嘅油價咧就大概102蚊、103蚊左右，不過呢個咧已經係琴日嘅事啦。咁啊今日係幾多咧？等陣間去到片尾嘅時候咧，講翻呢個美股動態咧，先再同大家講。不過市場咧有消息就所指，就話伊朗咧而家開始騎劫呢一個商船啦嚇，因為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聽講話開始部分咧就可以行翻通㗎啦。咁啊行得通咧都要俾過路費㗎，咁啊即係收保護費啦，係咪？咁啊聽講個費用咧係用臨時逐次俾嘅方式，咁啊聽講每一次過嘅話咧都要俾高達200萬美元嘅。咁呢個美元當然我相信係應該要俾 cash 啦，係咪先？大佬，咁一係就嗰啲乜貨幣都得嘅，或者係嗰啲叫咩以太幣啊，或者係嗰啲Bitcoin 啊啲等等嘢。都諗下都可以嘅，不過我諗用現金可能會實際啲咯。咁而家咧設立咗呢個過路費咧，有得俾過路費嘅就有得過，咁都係一件好事嚟嘅。起碼呢一條通道呢個海峽咧都可以有條件性嘅疏通一下，咁啊情況唔會太差嘅啫。不過你諗下，如果一艘貨船都係俾200萬美元嘅費用先至過到嘅話，咁其實攤分俾所有嘅嗰啲咁嘅貨櫃嘅話咧，咁其實貨櫃嗰個價錢咧都要貴咗啲嘅。如果唔係呢200萬，由邊個去承擔啊？係咪？好啦，咁另外咧就係指出咧部分嘅船隻咧，聽講已經係支付咗呢啲相關嘅費用㗎啦，但係具體嘅支付嘅嘅機制仲係唔清楚啊，包括咧睇會唔會俾任何嘅貨幣，咁我都講過啦，Bitcoin 都係其中一個嘅。好啦，伊朗喺星期二就報道啦。佢話一架咧掛有泰國嘅國旗嘅船隻咧，星期二即係琴日啦就真係成功咧通過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係冇受到攻擊嘅，咁啊即係冇事啦，應該交到錢啦，因為伊朗講得出嚟嘅話。但係以色列嘅官員咧就引述當地所講啦，佢話美國咧將會喺呢個4月9日咧就設定為呢個結束對呢個伊朗戰爭嘅目標嘅日期，咁樣講4月9日，大家記住啦。佢話意味着咧大概超過半個月嘅戰爭咧同埋談判之後咧，應該咧就會喺4月底左右咧就會係正式咧就係完結晒所有嘅戰事，即係話係咯，即係同上一年一樣咯，大概去到4月底5月初咧就乜嘢都結束晒啦啊！咁跟住落去咧就應該有好日子過咯。嗱咁啊報道亦都指出咧，若果呢個衝突咧係可以喺呢個4月9日之前完結嘅話咧，咁特朗普咧就應該會計劃喺5月14日，即係以色列嘅獨立日前後咧，就會去訪問呢個以色列，咁啊以一個勝利者嘅姿態咧就出現喺呢個中東呢一個地方。好啦。不過咧，而家呢個消息咧就最趕啦，因為有另一個消息咧就係引述咧呢一個央視咧引述俄羅斯媒體嘅報導，佢話咧有一個亞曼嘅記者，而呢個記者咧除咗係記者之外咧，佢仲係一個國際關係嘅研究員，咁佢咧就向呢個 BBC 嘅阿拉伯
語嘅頻道咧就證實啊，記住啊，係證實咧美國咧正係向緊呢啲海灣嘅國家咧係施壓嘅消息。咁施咩壓咧？佢話其實咧就係迫使其他咧為呢個美國參與呢個伊朗戰爭咧。付出巨大嘅費用咧，係施壓，即係要佢哋俾錢。咁啊，俾錢都應該嘅，係咪先？咁人哋幫你打仗啊嘛。但係其實就唔係呢啲海灣國家要求嘅。但係打都打咗咯，咁錢你都要俾㗎。正如我之前都講啦，特朗普食完嘢啊，叫完餐，打個電話叫你哋落嚟幫手埋單，咁唔通你夠膽唔落嚟咩？咁啊落嚟咯。咁啊埋單都唔緊要啊，最緊要就係睇下嗰張單嘅費用幾多嘛。哇！一聽見咧嚇都嚇死啊！點解？因為根據報道所提咧，特朗普向呢啲阿拉伯盟友咧索償巨額嘅保護費嚇。伊朗就收過路費，呢度咧就收保護費。你知唔知保護費幾多錢啊？佢話咧要支付咧大概$50,000,000啊！哇！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係呢一張報紙寫錯啊？係咪先5萬億喎？係嘛？$50,000,000咁啊，即係大概係39萬億港元左右嚇。咁啊呢一個咧就要俾，又或者啊可以收平啲，咁咧就最多大概咧都會俾$2.5萬億，即係大概係19.5千億港元嘅結束戰爭嘅費用嚇。因為咧聲稱啊，因為特朗普聲稱咁樣講嘅，喂呢場戰爭唔易打㗎，而且呢場戰爭咧取得成果喎，打到呢個伊朗殘晒咯喎，所有嘅威脅解除咗咯喎，咁你哋抵唔抵俾啊？呢25,000億就算唔係俾5萬億嘅話，都要俾25,000億啦。咁呢個咧就係打仗咧要補償翻美國咧，喂大佬嘥咁多子彈，嘥咁多人力物力，又有咁多軍艦嚟到呢一個地方，你估喺度玩啊？要錢噶嘛，日日都燒緊銀紙噶嘛。咁呢一張單邊個買啊？咁梗係沙地阿拉伯呢啲咁嘅王子，或者係呢啲中東嘅王子咧，全部都咁有錢，一人一份，永不落空。所以咧呢一批王子咧，呢一次咧就一鋪俾人清咗袋啦。其實唔好講話港股啊，美股一樣咧，都係喺度大家觀望嘅態度，都係唔夠膽亂咁喐嘅。因為咧，你而家唔知道嗰個戰況咧，喺隨時隨地咧，呢一刻同埋下一刻咧，都會唔同晒嘅。咁啊，琴日咧呢一個3個美國嘅指數啦，都係向下跌啦，但係跌嘅幅度咧就唔算多嘅，所以咧就毫無呢一個方向感可言㗎啦。好啦，咁啊嚟到今晚啦，咁今晚又點樣咧？嗱，暫時睇落去咧，因為個消息似乎都係比較正面啲啊，咁所以呢個 SQQQ 同埋呢個 SDOW 咧都喺度跌緊嘅，咁跌嘅幅度咧大概係2%左右，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呢一個納斯達克指數同埋道瓊斯指數咧，今晚可能咧而家可能升緊大概0.8%左右啊，0.8%，咁啊又唔算多又唔算少啦，咁所以咧有機會今晚呢個 SDOW 咧可能會再跌深啲，咁啊啱啦，我前嗰排咪啱啱呢一兩日先至買入咗呢個 SDOW 啊嘛，咁啊如果佢再跌低啲嘅話咧，又再買翻多少，因為咧我又唔相信咧美國嘅戰爭咧咁快就會完，係雖然咧佢而家咧就叫問沙地阿拉伯王子咧，即係呢啲油王咧就攞錢，但係呢度咧幾萬億咧，我唔知佢可唔可以即刻攞到。如果唔即刻攞到嘅話咧，但係佢錢啊使咗咯喎，係嘛？導彈啊肥咗咁多粒，咁啊令到咧美國嘅支出咧就大咗好多啦。就算呢一場戰爭結束咗之後咧，佢都要向國會交代嘅。咁而家佢嗰個支持度咧，就喺民調方面咧就係唔理想嘅嚇，得三成多些少嘅啫。咁即係大部分咧都唔妥佢嘅。如果美國呢一個嘅通脹繼續發酵嘅話咧，而且佢又搞到美國又唔係話特別好嘅話咧，咁佢都幾麻煩。不過美國咧一路就同伊朗咧就喺度講緊和啦嚇。另一方面咧，佢亦都係不斷咧係送緊啲軍隊咧，就係去呢個中東呢個地方嘅。根據呢一個華爾街日報所指出啦嚇，佢話駐喺日本嘅美軍兩棲攻擊艦咧，呢個的黎波里號咧，同埋另一架叫新奧爾良號咧，咁啊以及咧有2200名嘅官兵咧，即將咧係會係開往去呢一個中東地方。咁啊聽講咧星期五，今日星期三啦，咁啊過多2日星期五咧就會進入呢一個美國中央司令部負責嘅中東地區範圍啦。咁啊不過咧仍需要幾日咧嘅時間咧先至能夠抵達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咁啊啱啦，如果星期五左右到嘅話咧，星期六就係最後嘅黃金24小時。咁啊如果伊朗係撈嘅話咧，咁可能星期日咧就開打㗎啦。咁啊睇個時間咧係問啲，不過咧相信啲2200個
軍隊人員咧喺2日之內應該可以喺霍爾木茲海峽咧就係部署好噶啦。咁啊到時咧星期一打落去嘅話咧，即係如果假設星期一打落去嘅話咧，咁下個星期一翻嚟咧，其實咧港股同埋成個環球市場嘅股票咧都應該會係唔係咁好啊，理論上啊。好，不過咧琴晚係點樣？嗱，琴日我有做生意啊，琴日我有買入咗呢一個 Nvidia， 因為我見佢夠低啊嘛，咁啊買入咯啊，咁我買入個價錢咧就好平嘅174.5。咁啊，臨瞓之前咧就 set 埋呢個174蚊同埋173蚊咧，就諗住咧就話瞓咗覺，可能第二朝一早醒翻嚟嘅時候，連餘下嗰兩注都會中，不過就冇嘅啊。咁佢而家咧就升翻上去，就收市嘅時候就175.2，咁啊我賺幾毫子一股啦。咁啊不過今晚咧盤前咧就而家再升緊，咁其實咧如果我要賣出去嘅話咧，我唔會賺呢幾蚊就走咯。即係呢一間公司 Nvidia， 我覺得係一間好公司嚟嘅。咁啊暫時濕滯嘅話咧都冇辦法嘅。但係我一定要有一個比較合理啲嘅回報，譬如話咧，起碼有3-4% 嘅回報率喺短時間之內，咁我先至會係覺得應該要食糊嘅。喂，3-4% 都唔係好多嘅咋，即係大概都係叫食3-4番咁上下啊，又唔算話特別勁嘅，但係就好過於冇啦。如果唔係，你仲有排等噶嘛。好啊，另一方面咧就係睇下呢個巴郡啦嚇，我成日都話呢一間公司咧，希望咧嗰個股價會生性啲，因為我買落嘅時候而家都蝕緊錢嘅，只不過今晚呢個盤前咧又好翻啲，咁我係希望咧大概500蚊左右賣出去，咁就哇得唔得啊？500蚊，喂，其實500蚊呢個 percentage 嚟計嘅話咧，唔係好多嘅咋，3%嘅話咧，3%-4%咧就已經可以升翻上去。當然呢一間公司咧唔係話咁容易可以升到3-4%，但係始終都抱住一個期望先啦，希望做得到咁啊最好啦。好啦，另外啦最新嘅情況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個倫敦嘅布蘭達石油咧就已經係跌穿咗100蚊㗎啦，咁啊而家就好好嘅，去到94個幾都叫唔錯。咁啊美國嗰邊嘅原油咧亦都去到大概係87個幾，咁啊之前咧就係92個幾93蚊嘅，咁都算係叫做跌翻落嚟些少，咁咪好咯。就係因為呢一個石油價格跌咗落嚟之後咧，所以你見到咧呢個倫敦銀咧就比較好轉咗些少啦。不過咧我仲未有機會咧係可以叫做賺到錢嘅，不過唔緊要，就再等一等啦嚇。反正咧我都睇怕咧呢一個我上次講過啊，因為有啲專家已經講咗咧，打仗咧嗰啲導彈咧用咗好多銀嘅，咁銀咧本身咧呢一個供應上邊已經唔夠啦，再加埋打仗嘅話咧，理論上銀咧就要應該係更加短缺嘅。咁如果係咁嘅話，我相信未來日子裏邊，如果呢個倫敦銀嗰個價格可以升翻上去大概6000蚊左右，即係以中銀香港呢一個報價啦，10安士裝嘅，去到6000蚊左右咧，我相信就唔係困難嘅，大概都係5-6% 左右嘅啫。咁啊，希望遲啲做得到嘅話，等我可以全身而退，咁就最好啦。好嗱，咁啊，大家咧今晚咧繼續睇住呢一個美股嘅動態咯，因為好重要嘅。呢一集講到呢度為止，多謝晒各位。